喂，你有冇諗過世界上咁多麵，有拉麵、意粉、河粉、冷麵、pad thai，其實都係解決緊同一個問題，就係點樣用最平、最易保存嘅方式餵飽一堆人。今日呢，我哋呢就試下沿住一條麵啊，行運幾千年歷史啊！一講到麵嘅歷史，好多證據都指向中國。2005年呢，有研究報告顯示喺中國西北青海一個叫做拉珈嘅遺址，發現咗一碗大約4000年前嘅麵，仲係保存喺一個反轉嘅碗入面。研究團隊呢就話呢個呢係目前最早嘅麵嘅實證啊，而且呢推斷呢係用2種嚟做嘅。而最得意嘅係維基百科整理到麵呢最早嘅文字記錄之一，就係出現喺中國東漢時期嘅書裡面嘅。佢呢係提及到湯麵嘅食法。好，鏡頭一轉，我哋去阿拉伯地區。如果你將麵比喻為係科技嘅話，咁乾麵就係佢嘅升級版啦。點解咁講呢？因為新鮮嘅麵呢好快會變壞啊，但係乾嘅麵呢就可以放好耐啦。一夜之間，一個家常嘅食物就變成可以做到貿易嘅貨物啦。有資料提及9世紀阿拉伯嘅醫生兼詞典學家嘅字典裡面已經解釋過乾麵呢一個詞啦。佢係用粗粒嘅小麥粉做成條狀，再乾燥之後呢食嘅時候先煮嘅。而一個呢喺1154年嘅阿拉伯地理學家，佢幫西西里諾曼王寫嘅地理著作入邊呢，都有提及過西西里嘅一個地方大量出產呢一種嘅乾麵，然後呢就運去穆斯林同埋基督地區喎。咁即係話呢，當時已經呢係會識得將乾麵做成一個跨國跨區貿易嘅商品啦。跟住我哋又點會唔少得意粉呢？但係一講到意粉，你一定會聽過意粉係由 Marco Polo 喺中國帶返意大利嘅。但係之後一份嚟自 SBS 食物嘅文章裏面寫到，喺1929年，一個嚟自美國有關於意粉嘅團體呢，佢哋為咗推廣意粉，所以將呢個故事呢傳咗出去，越傳越真，甚至出現喺好多唔同嘅電影場景裏面。咁但係其實呢，已經有文獻記載咗呢，提及到呢一個伊特魯里亞人早喺公元前400年左右呢，已經做過類似意粉㗎喇。咁所以呢，真相呢就唔係話一個人將意粉帶去另一個地方嘅，而係地中海周邊長期交流，再加上乾麵技術，慢慢拼湊出今日嘅意粉文化嘅。好，咁嚟到我哋香港人嘅鄉下就係日本啦。咁日本呢，麵食嘅種類都有好多嘅喎，咁有蕎麥麵啦，有烏冬啦，而呢2種嘅麵食呢，都係傳聞由中國傳入嘅。咁分別呢，就喺1600年代啦，同埋1700年代呢開始慢慢普及嘅。咁而呢，江戶時代嘅大城市入邊呢，蕎麥麵檔係特別多㗎，因為呢要養飽嗰啲呢食量超大嘅勞動階層啊，所以呢蕎麥麵呢就成為咗個都市快餐啦。咁跟住我哋講埋拉麵啦，拉麵呢就真係由中國起源，日本改良嘅。咁而且呢係追溯到去呢19世紀末嘅橫濱中華街啊。咁戰後呢，因為小麥呢嘅消費呢上升啦，同埋糧食背景嘅改變啦，咁拉麵呢就真係慢慢咁普及啦。而最後一個關鍵嘅轉折位係咩呢？就講到呢二戰之後呢，其實物資短缺啦。咁一個日本人安藤百福，佢見到啲人呢排長龍食拉麵，於是佢就發明咗即食麵呢一樣嘢啦。咁喺1958年呢就推出市面啦，令到拉麵由街頭食物呢就變為全球屋企必備嘅糧食啦。跟住呢就輪到韓國啦。
咁當然啦，韓國而家大家都知道賣到成行成市好多咩辛辣麵啊、炸雞麵啊咁啦。但係講起韓國嘅傳統麵食，就唔少得佢哋嘅冷麵啦。順帶一提，冷麵呢雖然係凍冰冰，但係原來佢嘅起源係嚟自北韓，即係北方。佢哋係冬天嘅食物嚟㗎，只不過之後隨住戰爭，將呢一個冷麵慢慢帶去南方，而且隨住製冰廠嘅發展，慢慢就變成全年都食得啦。跟住落嚟就輪到我最中意嘅麵食粉啦。粉係人都知道係嚟自越南噶啦，但係佢唔係啲咩千年名菜嚟噶，其實佢個年紀都好年輕噶喎。咁河粉呢，喺北越大約呢20世紀先出現噶，最早呢係去到1900年至1907年左右啦。咁而佢嘅來源呢都好受爭議嘅，咁普遍都認為係受法國同埋中國嘅飲食文化影響啦，例如法國殖民時期嘅牛骨高湯同埋牛肉嘅供應啦。而好多研究學者呢都認為呢河粉呢大約係喺1907年至1910年之間喺河內出現嘅。咁最初呢就係啲街頭小販擔住啲擔挑去叫賣啦。而粉呢個名詞呢都係1930年呢先至出版喺越南嘅字典裏面正式記錄嘅噃。好啦，輪到泰國啦。泰國嘅炒河 Pad Thai 都好出名嘅喎，但係原來佢都係20世紀中期咧先至被創造出嚟。普遍嘅説法咧係因為二戰時期啦，水災啊、戰爭加埋水災就出現米荒啊、冇米食啊，所以當時嘅政府咧就推廣麵食，鼓勵咧啲人咧用 Pad Thai 轉做正餐。咁而呢啲麵食咧就慢慢流行開去啦。所以話呢，世界各地嘅麵食表面上就係唔同嘅味道，但係呢，最底層其實都係因為城市啦、移民啦、戰爭、貿易同埋點樣餵飽人嘅生存智慧啊！